好啦，我長話短説啦，咁啊上次就中咗條位置 Q 啦，我就三行頭嘅，咁但係我就信呢場做好自己男神16呢條 form line 㗎嘛，即係其實勁㗎嘛，咁啊嗱都可以 review 下，雖然唔關今次事，但係你都要睇一睇啦，新力 Q 又係勁嘅，佢連續2次，上次就做好自己新力 Q 穿 Q 啦，咁啊跟住再下一鋪咧就金創福威贏咗啦，咁呢啲一鋪嘅啫，金創福威呢啲即係走上嚟攝你，咁啊男神同佢一齊賺㗎嘛，佢哋都係輸4/3馬位，今次男神又提升名次啦，有個位置啦，咁啊後面呢啲嘢都可以留意下，唔好太遠嗰啲啦，頭6名啦，福聚嗰啲再出去可以諗一諗，因為頭6名呢啲其實勝負佢哋都係2個零馬位，所以呢啲組就留意下，記唔記得之前一鋪係新力 Q 穿呢個做好自己㗎嘛，咁啊做好自己今次係贏甩㗎喎，今次係贏甩㗎喎，同男神都係同一條線嚟嘅賺咗，咁所以呢一組啊即係場呢一場啊睇下先啊，呢一個係1、2、5場次啊，咁啊可以留意下佢啲跑得近啲嗰啲馬啦，咁啊哪吒攝咗入嚟，咁呢就我覺得都係下次都未必有，咁但係咧呢一組如果勁嘅話咧，其實勝負距離唔遠嗰隻金多喜咧。都係同組自己一樣前置，咁你可以試一試，下次追一追咁多起啦嚇。咁啊 review 完咧，今次我中意第一場嗱，講另一條線啦，就係東方寶寶啦。東方寶寶上次我有買啦，係咪？咁啊雖然贏咗，但係好似條 Q 就唔係話特別好分，係啦，拖隻4.2倍嘅，咁啊所以今次睇下好唔好啲啦嚇，因為我覺得今次都仲有嘅，佢就加咗5分嘅啫上次。贏馬之後加咗5分嘅啫，食得起㗎呢5分冇問題嘅，因為其實再重溫下啦，前一鋪咧就係上次同大家講啦，兜到好出6、7碟咁樣，然之後追上嚟，終點前啱啱影輸少少4/3馬位，終點後嗰步已經過晒㗎啦，咁所以東方寶寶咧一定係勁嘅，起碼同大番薯嗰啲差唔多馬啦，即係佢係跑蝕咗，佢兜大圈。咁但係就有啲慢閘情況啊，即係睇佢前一鋪泥地1,200，咁啊上一次翻谷數1,200又好好多啦，即係出閘嗰啲冇咁唔舒服啦，望落去佢都狀態 keep 住嘅，咁啊再前一場咧都仲係跑過第2輸2馬位，輸俾零利標區，但係又係強組嚟噶嘛，記唔記得啊？零利標區又係啲贏完再贏嗰啲好乸勁嗰啲馬，咁你睇下。嗱，零利標區同佢贏完之後，再出跑第2，再出贏咁樣噶嘛，咁所以呢一隻冇得鬥啊，但係輸半個馬位啫喎，嗰場又係兜到好外碟，同埋中間又係碰撞咁樣嘅喎，咁所以你減埋呢啲一個3檔一個10檔咧，記唔記得上次講過，其實同零利標區差唔多嘅啫，咁所以上次有個內檔咧就即刻要翻啦，今次冇咗內檔啦，咁但係佢又係大翻樹啲，所以咧你同組你可以贏唔同嘅馬咧，即係你可以贏到唔同4至12名嘅馬咧，咁其實都係勁㗎啦個組咁啊，所以呢隻東方寶寶咧2場都係蝕跑法，然之後強組出嚟嘅，咁上次贏咧都唔出奇，咁啊上次我都有買，今次我覺得加5分咧絕對係着數啊，5分其實食得起啊，今次抽翻個10檔，你話 win 唔 win 到，可能條件上爭啲咯，即係10檔，咁但係比起上次爭啲咯，但係我覺得你跑陣上發揮得好，其實都係有機會贏，因為都會係熱門嚟㗎啦。加5分我覺得冇問題。你 Q 你一定要預翻佢添啊，即係你如果 win 你搏佢唔贏，我都仲覺得你講得通嘅，條件上可能唔恰當啊嘛。但係 Q 你唔預佢，我覺得唔合理。另一隻咧就係專家我又中意嘅，咁啊上次跑第5啦，谷草1000啦，咁我就對照翻前一次佢谷草1000，其實跑得好㗎嘛，中間2場格沙呢啲。即係格，然之後翻嚟谷草1000，其實係有機會噶嘛。咁上次我係揀咗呢隻冷門啦嚇，係臨場落飛啦，但係我揀嘅成係30-40倍嘅，同大家講臨場落飛落到14倍，我以為有啦，輸個零馬位，其實都係想搏嘅。咁啊輸個零馬位跑第5啊，乜都冇啦嚇，我買一條4重彩就中晒腳啦，又係嗰啲零利標區，但係你睇真啲喎，佢輸俾嗰啲馬又係零利標區啊，節節有福啊，呢啲都係勁嘅馬嚟嘅，零利標區又係贏完再贏嗰啲啦，所以咧唔失禮嘅，甚至12檔，今次轉咗5檔，上翻谷草1,200，之前都跑過，唔輸得遠嘅，都係3個零馬位啫，佢轉田草就唔得嘅，咁但係咧谷草1000同谷草1,200咧，我上次就以為佢谷草1000好啲，但係其實你都唔可以否定呢個講法，因為其實佢輸個零馬位谷草1,200都唔差嘅，咁所以咧佢今次跑翻谷草1,200咧，我都要翻佢嘅，佢比起上次再減咗2分，咁但係就始終未贏過嘅馬，咁啊應該上次落飛搏失咗，可能今次都未必有咁好分啦，咁但係金城江新勝啦，又係一啲好
好好嘅嘢啦嚇，咁我覺得佢嗰組出嚟都唔差嘅，即係靈力標區啊、東方魅影啊嗰啲，咁啊前一次呢一場呢一場我上次同大家睇咧谷賽千咧，其實呢場又係勁啊嘛，呢場又係勁啊嘛，又係啲強組嚟噶嘛，啲馬都贏得七七八八，佢當時又走三碟咁樣，咁啊狀態應該喺度嘅，所以輸過嚟馬會追得都幾犀利喺出面，今次抽翻個五檔，希望佢跑得好啲啦，咁啊要埋隻11，好啦，咁啊呢兩隻咧就我頭兩選，第三選我就我自己就唔揀啦，咁不過我中意隻8啦，唔解釋啦，因為我冇第三選。係啦，咁但係我中意隻8啦，可以搏下冷啦，冇成績嘅，冇成績嘅，不過可以搏下冷啦嚇。咁次要啲啦呢隻91一對咧，我就買 Q。咁如果你哋自己中意第三選係咩咧？你又覺得可以信下我嘅話咧，咁啊91揸實佢咧，然之後至揀隻啦。中意熱嘅咪節節後福嗰啲啦，肯定熱㗎啦，係咪？一啊或者冇啊，其實都係一隻可能係啊。咁如果唔係想搏下冷嘅，咁咪試埋隻8咯。不過我冇乜信心隻8係91對啊。大家好，我係丹尼咁啊，翻到嚟咧就禮拜三咁啊，谷草絲跑道咁啊，呢場我就幫大家分析翻咧就第二場咁啊呢個1650米5班賽事。咁啊呢場我嘅首選咧，我揀嘅係12號嘅極速之戰噶嘛，12號12檔咁啊，原本輝呢排都啲馬都服用翻講，咁啊搵巴到騎啦，咁啊之前都係長明士董明朗啊，咁江城騎咧就都近過嘅。咁啊，一場3000米跑第4名啦，咁輸過係馬位嘅，咁嗰場就係同場紅當當一齊咁樣，其實都近住翻嚟嘅，咁啊，翻嚟輸過嚟馬位啫，輸俾江南勝啊、俊先生同當當咁啊，呢隻馬其實呢場咧我就咁睇都預計係快步速噶啦，咁啊同德威擺前啦，全程路通活放啦，咁啊，步速唔會慢，對佢呢隻馬嚟講就會有利啲。咁啊，你見佢咧，其實上場咧都有啲飛啦，咁啊臨場咁啊1800米，咁啊最尾都輸少少遠啦。咁當然嗰場就個形勢，佢其實跟前就唔係特別有利佢啦。咁你見後尾都係啲馬都係從佢後面 cover 咗佢，佢就係呢啲係啲留意追會比較好嘅馬嚟。咁啊呢場12檔定就硬留啊，咁啊留到佢翻就好啊。咁啊，呢隻馬其實你睇佢季初跑同程咧，同班同程咁啊跑第5啦嗰時，咁啊嗰時就輸俾嗰個堅多福勁爽嗰啲咁樣嘅，咁啊但係其實佢翻嚟咧係同勁到爆一齊翻嚟嘅，咁嗰場其實佢同勁到爆其實都一直 keep 住係差唔多位置咁樣啦，咁跑翻嚟咁都係勁到爆最後多佢少少咁樣，咁勁到爆之後佢變大家都有目共睹，咁都係隻變得好嘅馬咁樣啦。咁啊，呢隻馬呢次咧反而咧就12檔，咁我覺得個賠應該又會回翻冷少少，咁啊抵搏嘅，絕對係值得去搏呢隻馬咧。12檔咁啊快步出後上，特別絲跑道咧有時可能離後上，咁啊呢隻馬我覺得特別要捉住，咁啊所以呢隻馬就係我嘅首選啦。咁呢場我嘅次選咧，我揀翻隻咧就係呢個7號嘅紅當當，咁啊紅當當咧，咁江城啦，咁啊蘇偉賢，咁啊蘇偉賢呢排啲馬都即係中意冷食，咁啊咁江城一直都 keep 住跑隻馬，咁上場咧呢隻馬就差啲開齋啦，咁啊跑上嚟，咁啊係同俊先生咁樣呢個馬頭咧跑得一步可能都過咗俊先生噶啦，咁啊呢隻馬都其實佢而家1650米谷速一定係啱佢跑啦，咁上季跑過一次，咁啊跑一次啦，咁啊跑咗2次 sorry 啊，咁啊一次第6，咁啊一次就有啲差，咁但係當時咧都係喺4班跑，咁而家落到5班隻馬，咁絕對係夠做，咁啊絕對係5班係真係超超啲嘅馬啦，咁你見佢前季其實1400米49分嗰時贏4班嗰隻馬咁樣，咁啊絕對係5班係啲超超啲嘅馬嚟嘅，咁啊呢次咧就翻嚟谷草跑啦，咁樣咁操練都係照常嘅，咁啊都係啊，咁啊步速快嘅話絕對嚟佢去追，咁啊呢隻馬咧就跑3次就432咁啊，睇下係咪會1啦咁樣，咁啊當然賠咧就唔會太冷啦，我估可能都係6倍7倍度，咁啊都值得去搏嘅。好啦，咁啊第三選我揀翻咧就係呢場嘅，咁啊8號嘅快樂老窩，咁啊潘頓，咁啊貴福特。
咁啊呢隻馬又改配備喎，咁啊加翻 H 上去咁樣，咁啊上場咧就跑第3啦，咁啊都裏面穿插上嚟咁樣，咁你最後幾步都算 OK 強嘅咁樣，咁啊呢隻馬其實個口都有啲重啦，咁加配備佢都啱，咁啊呢場步速快步速啩都會有利佢去跑啦咁樣，咁啊你講實呢隻馬絕對就5班係完全夠咗，你見佢上季其實45分嗰時都係一隻3344喺呢個4班跑咁樣，咁啊質素絕對係高，咁但係就係潘頓可唔可以減呢隻馬？咁貴福特呢隻今季呢個新練馬師，其實個勝出率都好高下噶嘛，呢啲練馬師我覺得佢呢次又轉配備咁啊，絕對係要得過啊，咁啊所以隻馬咧，所以我驚佢熱咁啊，可能係大滿咁樣噶嘛，所以就擺喺第3選啦。好啦，咁啊單嚟嘅推介咧，就係呢場首選12號嘅極速之子，咁啊第2選咧就係呢個7號嘅紅當當，咁啊第3選啊就係呢個8號嘅快樂路窩。